癌症是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一。根据基密医学中心胸腔外科医师苏英杰最近3档的手术统计发现，在106位肺癌确诊病人当中，竟然有1/4是多发性加双边肺癌的病灶的病人。虽然多发性肺癌的病人无多 ，X 光检查的诊断率嘛真低，不过最近却发现一名妇女，竟然双边有10外粒的低密度肺结节，而且拢是早期的肺癌。在临床行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觉说，这种微小肺癌它出现的多发的比例其实还蛮高的，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，肺癌就是长一颗啊，然后它慢慢大这样子哈。但是在我们这3年的统计当中，我们发觉说其实在这种微小肺癌当中，有超过1颗的2颗以上的，这比例有到达25% 以上。那大部分当然都是2颗比较多了哈，但是其实3颗、4颗的也是蛮多的。好，那这次刚好是在今年有一个机会刚好遇到一个病人，他蛮特殊，他本身有10颗的肺结节，那因为都还蛮周边的，所以当时我们先做了一边的手术，把它取了一部分下来那发觉说，这几颗全部都是。而且他们在病理报告上面呈现的，并不是说一个转移的状况，而是都分别各自长出来的。好，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再把另外一侧也开了手术，也把它取下来，发觉说全部都是肺腺癌。透过 X 光加低剂量电脑断层的比较，虽然外国证实低剂量电脑断层对重度食薰的族群进行是有效的，不过国内对不是高风险群，也无有够的证据来显示体检是不是有效。对此，基密医学中心苏英杰医师提醒，如果民众要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，还是把握40岁以上，上好每2-3天做一届自费的健康检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